伫咧嘉义大埔的大埔国中小，全校只有85名学生。学校配合微观实验课程，学生唔免用传统的焊镜，是用一般的平板电脑，也是手机的镜头来观察物件顶面有路的所在。甲特殊的镜头倒伫咧平板电脑顶悬，学生免用焊镜，嘛会当看到一寡物仔微细纹路。推测行动显微镜科学教育的老师讲，这种课程大学生嘛无一定学会到。一般来讲，大学生都不一定碰得到，他们通常是在研究所，在工程科技领域，他们可能才会探究比较物理化学、生物，甚至是工程微观的世界。雾啊就很新奇，它可以看到很细微的东西。伫闸门水库边仔大埔乡，因为所在偏僻，乡内囡仔差不多拢伫这间学校读册，而且嘛因为偏乡的资源较无够，所以一寡设备也是建设嘛拄到问题。那特别是在国中阶段，有一些要用到显微镜的，那学校基本上显微镜都比较缺乏。那像我们学校显微镜，我还特别到竹崎高中去借用。以前是做实验的时候，都是会缺少那个器材，这个题材，但现在就是有比较 OK， 但还是缺少很多。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器材，方便我们做实验。有这项显微的设备，学生也不管是要看实物，也是通拖，拢会当方便来使用。大埔高中小表示，因会继续争取资源，照顾乡内囡仔学习的权益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